冇信心啊？歌獎我諗可能有嘅，因為找對的人都真係成績都 OK。咁但係個人獎項今年好大競爭啊嘛，因為特別殺咗個吳業坤出嚟。今年阿坤入咗5強啦，我見到好多傳媒心地唔好，我見到好多網民心地唔好，即係大家都覺得佢憑乜嘢？佢喺一個娛樂節目入邊去擺隻棋咁樣。其實呢個社會就係咁樣。點解有啲人得到嘅嘢比我哋多呢？點解有啲人嘅成就喺社會上面嘅名望比我哋高呢？因為佢願意去做一啲冇人會放得低身份去做嘅嘢，一啲好基層嘅嘢。而嗰樣嘢嘅出發點係好單純嘅，純粹係令到個節目更好睇，或者令到觀眾得到娛樂。所以淨係呢一種精神，我覺得我哋已經好汗顏㗎啦。即係有時你而家同我嘅唱片公司講，喂，阿軒仔上個娛樂節目，佢扮一隻棋或者點樣，就算我去扮個太監啊，我諗我公司都未必會喺公司嘅角度，佢要保護一個藝人嘅形象，佢都未必會去批准。咁但係阿坤，你睇佢嘅 Instagram， 佢同阿卡辛風耐唔耐就 post 一啲唱歌，佢真係好中意音樂，佢真係好中意唱歌，佢花喺音樂上面嘅時間分分鐘比我哋呢一啲已經喺個排行榜攞到幾年獎嘅人要多得多。喺我未簽英皇之前呢，我自己啱啱用嗰段時間冇公司嘅真空期，我錄咗3-4張唱片。咁當時係出於一個好奇怪嘅因素，因為我前幾年身邊有好多朋友好後生就走咗，咁我突然間覺得哇，原來生命好脆弱㗎。經過一啲樂壇前輩嘅教路呢，咁我就開始有立呢個平安紙，即係我每年都會去 renew 我個平安紙，因為對於我嚟講，我唔覺得係一個意頭唔好嘅嘢，不過我只不過覺得未雨綢繆，因為你永遠唔知道上帝安排你條路點樣行。咁如果有一日我走咗頭嘅，大家利是 touch wood， 咁我阿爸阿媽點算？因為我冇計 exactly 嗰一批歌可以輯錄成幾多張唱片，我就錄咗幾十首歌，翻唱咗80-90年代一啲陪伴我自己成長嘅歌，即係留俾我爹哋媽咪嘅一個保障。我媽媽好中意秋去秋來，我唱呢個秋去秋來呢，其實冇收錄喺呢張唱片度，不過係擺咗上網嘅啫。嗰日自己喺屋企聽翻，覺得好好聽啊！仲要錄音錄秋去秋來嗰日係重感冒啊！嗰個通而家可能好姐嘅時候真係唱唔翻。咁啊，但係我知道呢啲唱片起碼喺短時間入邊，呢10年8載入邊都唔會有機會發行。咁就擺少少上網去吊下佢哋胃口啦。重唱呢一啲廣東嘅老歌，因為我覺得我哋每一代嘅歌手呢都有自己嘅歷史責任嘅。譬如話學友哥或者 Eason 啊，佢哋都會有機會嘅時候喺各種表演渠道都會唱翻一啲70-80年代嘅作品。咁而我哋呢一代到咗我哋呢一代，我哋去唱翻嘅時候，其實係一種傳承，利用我哋而家嘅 fans， 即係利用我哋而家嘅影響力，去俾新一代嘅年輕人知道翻以前嘅歌，咁令到呢一啲好嘅作品唔好失傳。以前啲歌係咪好聽好多呢？係嘅，因為嗰個時候嘅生活，嗰個時候嘅音樂人係揾到錢嘅，嗰個時候嘅成個社會氣氛係好浪漫，因為嗰陣時冇得揸住部 iPad iPhone 撳下啊，即係好多好有充滿人情味同埋好 low tech 嘅嘢。咁但係過咗2000年之後，科技嘅衝擊，或者年青人已經唔再需要一啲好旋律性好強嘅，可能歌詞更加緊要嘅。咁所以夕爺同阿 Wyman 嘅歌詞咪帶到一啲新嘅文化喺呢個粵語流行曲入邊。我覺得我自己適合80年代多啲嘅，唔緊要㗎，喺呢個年代去做嗰個年代嘅嘢，不過即係用另外一種用而家嘅 style 咯。呢幾年好流行翻去內地去參加啲嘅真人 show 啦，我啲觀念係有啲改變嘅。其實一個入咗行嘅歌手要去再去參加比賽，其實都真係幾抗拒嘅。而家慢慢越嚟越清晰，就係原來佢純粹係一個電視嘅節目，同埋係真係有好好嘅樂隊同埋好好嘅音響去俾你
好好地咁樣唱一首歌。我都唔知幾多年未喺過香港嘅電視嘅平台唱過一首 full song。而家嘅廣告時段都真係即係逐秒計啦，所以而家變咗你要喺電視度有機會唱一首 full song，其實係好奢侈嘅一件事。咁而呢一啲嘅電視節目造就咗呢啲機會，同埋亦都好無奈咁樣，香港樂壇已經冇咗昔日嘅影響力，包括香港嘅傳媒都係。由舊年開始有好多製作單位有接洽過嘅。如果我有機會上呢啲節目嘅話，我諗我會揀翻一啲自己真心中意嘅歌，而未必係去為咗討好觀眾或者去攞嗰啲表情反應而去做。即係每一首歌我都要知道我喺台上面係表演緊啲咩。我係想唱廣東歌多啲嘅，因為我覺得我包括我喺香港發展咗咁多年，我都覺得自己係一個廣州嘅歌手。係啊，咁我嘅方言就係廣州話，所以粵語歌一定係我嘅首選嚟。